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多云乌阴，有的所在会落雨。不过为下晡开始，水汽会减少，下午的天气相对是较稳定。那明仔载就是圣诞节啊，各地气温会回升，嘛是这礼拜天气上好的一天。不过，为拜四开始，又阁有新的一波冷空气的导南，按说会影响到礼拜。虽然已经年尾啊，严哥也受风台第26号轻度风台帕布昨正式形成，严哥是向越南迄边行过，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气象署讲，伫未来48点钟过内，这粒风台会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严哥受到伊外围水汽的影响，台湾也是会落雨。它的一些外围的中层水汽还是有机会顺着中高层的气流输送到台湾附近，所以造成就是昨天还有今天上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会比较偏多。不过下半天以后，这个水汽就会逐渐减少。明仔载圣诞节是这礼拜温度回升上明显的一天，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感受是温暖舒适。不过正紧自拜四开始，又有一波新的冷空气落来，会一直影响到礼拜日。北部甲东部变阴天，会落地渐雨；中南部是好天到多云，规个台湾的天气拢会降。下一波的冷气团预估在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清晨会达到最强。那预估在北部、东北部最低温大概会在11到13度之间。因那明年元旦的天气，气象署讲，到时会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来，北部依然是湿个冷，所以大家这2礼拜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咧，较袂去寒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冷气团有较减弱，各地气温都有小可较回升，不过日时的水汽也是较高。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顶半部桃园以北、嘉义以南、甲台湾的东北部、东部甲偏湖，拢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有的所在会落沙沙雨。若金门甲马祖的云较高，不过各地下半部了后，水汽就会大幅减少。因为受到今年第26号风台帕布的影响，气象署针对南投甲台东发布大雨的特报，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若山区都要注意，可能会有石头落落来情形。若其他日各地温度差不多伫咧18度至21度，提醒大家早暗要是较凉冷，大家都要穿好少。继续来关心这个悲剧，伫嘉义有一个查甫人，伊要食唔讨趁，规日都是甲因老母讨钱，若讨无就会甲起骹动手。顶个月伊甲因老母冤家，就甲因老母为后壁摸起来，对涂骹就安尼甲上落。害因老母就安尼不幸死亡。若伫咧邦桥嘛有一个半天的，那像是因为因老母甲管，伊一个起毛歹尔，就涉嫌放火要甲因老母烧死，害因老母规分尸有50拍的面积烧着伤。目前是以涉嫌犯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法办。伫车路姓曾的查甫人为后边抱起妈妈重伤，妈妈送医抢救10天，也是救无倒来。代志发生伫11月底，亲友不满姓曾的查甫人受过残忍，也控诉长期无头路，干系向老母讨钱，讨无钱就拍人，佮将妈妈锁伫门外，害规暝困伫门下口，即马法院裁定羁押。现在就是要看他检查不到，就把他赶出去，然后用一个跑上去摔他。然后就直接转身就走是不知道过多久，然后路人发现才报警的。这查甫人为2月到11月初有过3摆入面，或者是想要拍老母，互警方通报加防，所以因为唔甘后生面对司法，最后心软。再去跑诉，讲要甲报案，叫教育嘛讲伊无来啊，我等来啊，我咩咯？
嘉义市表示，这几年家暴通报状况常常看到亲属之间暴力，尤其65岁以上受暴人数占全市7成。老大人常常因为面子，或者是唔甘是接受法律制裁，选择无通报，或者是无申请保护令。后备局一直出现社政单位建议出面改变热情通报，或检证社政定期方式。我们警政跟社政人员如果知道了这些情势，我们也会依相关的一个风险因子来做评估。那适当的时候也会进行依职权来进行保护令的一个申请。新北这边提2透早火灾，厝边破窗救人，监视器记录到警车到位时阵已经未少厝边关心。53岁怀孕人全身50%受伤，10个后生也砸伤，原因疑似是后生不满妈妈管教伤过严，在厝内放火。我就赶快上楼看有没有人受伤，就有一个就是那个已经昏倒了，然后就赶快又下来叫警察。在现场，楼梯间也有火烧过分者，警方调查认定后生涉嫌重大，以涉嫌公共危险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台中的南区有一个63岁查甫人，伊骑奥多摆经过国公路甲松兴路的路口，可能是要超车，规个碾来碾去，落尾手启动着一台奥多摆，伊怎安尼处理？了后，佫去互后壁的一只公车搞死。也若这事故详细原因，也要调查。行车记录器翕到2台机车正驶伫慢车道，这时阵公车正要来靠站，其中1台机车有骑较慢，不过另外一个骑车的人敢若无注意到，2台机车先是发生相撞，结果其中一个弄半倒的骑机车人却是互公车挨过。代志是发生第23早起7点外，当时63岁这姓林骑车的人骑机车沿国公路由南往北行，却是伫松兴路口时，敢若要超车，甲这姓蔡骑车的查某人相撞，跋倒伫涂骹。不过这时阵，疏忽即要靠站的公车甲挨过，造成伊不幸当场死亡。碰撞后，林男所骑乘的不重机倒地，遭左侧的公车碾压，造成林男死亡。蔡女部分则右手臂擦伤。2台机车碰撞，然后倒向我们后轮这里啊！司机他是左侧是没有问题啊。警方初步排除客运的司机甲这姓蔡的查某人有啉酒赛车，不幸死亡这姓林的民众也抽血检验，造成事故原因也调查。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所有发生车祸甲当地的基慢车道设计不好有关系。那个桥下的空间，它应该是路肩，可是它那个现场可能把它画成10公分宽的白线。然后变成一个设计很糟糕的骑慢车道，这样它会这样跟桥上有连结嘛？可是问题是，可是你桥上这样下去，那个位置又不准，其实又不应该行车。那可是桥上的那个位置又是骑慢车道，我们就是那个设计的时候都莫名其妙就会把摩托车导到那个大型车道多边去。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当地交通标线有重新的维设，也若事故地点进前的桥顶有3条车道，验过计桥了后，却是向向变真歪，甚至上外边的车道无清楚，设计无好，造成基慢车动线真混乱，加上还有公车的车牌造成交通风险增加，建议应该重新来检讨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7月份决议公牛价小起5块，农业部并无同意，是引起反弹。农业部昨天公布调整收购公牛的措施，敢若提悬辅导收购的价小1.5块，按说每一年的预算会增加8亿，明年早当猪有下用。来看中国时报，即马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长照的需求增加。南亚立委今年6月份提出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法。主张开放80岁以上的聚会人，唔免把持量表，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按说今仔日伫立法院议会来表决。过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议会今仔日会针对7位大法官人事同意权这个案件来投票。国民党团目前是倾向全部投无同意票，不过要是爱等党团大会讨论了后来决定。也若民众党团早起会开会，决定要投什么票。也若民进党团是决定支持总统提名的人选。过来看北检侦办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政治献金这案，20的时阵传唤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到案来说明。迄天伊挂一支乌青的目镜接受访问，不过所启用发现讲，伊挂的目镜是有录音甲录影功能的智慧目镜。
有网友就质疑讲，一个精神的时阵，若是录音录影，可能会有违法的疑虑。因那陈佑成伊是背回讲，伫咧应讯的过程当中，伊并无挂迄支目镜，敢若伫咧受访的时阵才有挂，伊所有的行为拢有符合规范。好，大家辛苦了，谢谢。穿西装挂乌孔目镜，就是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伊20号北检约谈完成报道了，今日楼顶应讯。大概1点钟了，陈佑成结束侦讯，对楼顶落来，目镜小调一个接受媒体访问。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我没有办法在这边透露刚刚协助检察官跟调查局完成的这个证人的项目。陈佑成是因为郭文铁政治现金的案件，和北检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不过，伫代志过3天了，伊人尊挂的目镜所予人质疑。网红四叉猫发文讲，陈佑成迄天挂的是Meta智慧目镜，有翕相、录影、通话功能。有网友就质疑讲，那侦讯期间录音录影，恐然是违法。如果没有得到检察官或书记官的同意就予以录音录影的话，那本身涉及到了刑法的妨碍秘密罪，而且呢也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对此，陈佑成发声明澄清，讲伊只是伫咧接受访问时阵有带这副目镜，伫咧应讯的时阵，现场本身就有录音录影，用个证明伊迄当阵无挂这副目镜，拢有配合检调，所有行为拢照规定。希望能够让里面的检调是可以看到这边人的决心。伫进前，陈佑成参加公开活动时阵，大部分拢无挂目镜，这回伊挂新的目镜，无想到讲时机正敏感，互大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经发声案去向羁押禁见，有风声讲伊准备要请辞。即马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表态，伊讲已经甲台中市府顾问的工课撕掉，决定要来选中央委员。若这敢是为着要选党主席的？蔡壁如讲，若是魏国昌出来，伊绝对会支持；若是无人，伊愿意来担。柯主席据说啦，他们说这礼拜那个检调要起诉，所以我才会想说，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挺身而出？呼吁民众党攻击，就是应该团结一致。现届台中市政顾问的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要向台中市长罗秀燕请辞，来参选党中央委员，甚至无排除争取民众党代理党主席。党内人士表示尊重，不过认为这阵重点应该是要全力挽留郭文铁。目前党内的步骤是选中央委员嘛？那至于是不是要选党主席，我想这可能暂时先保留。这时阵来攻击，我们会撕裂啦，绝对不是碧如姐的本意啦。你哪有可能安尼做啊？如果真的这样做，我真正无法接受哦。因为强化城市案件，郭文铁因为伫规押，依照民众党党章规定，党主席请辞也是因故无法执行职权时，由中央委员互推一人代理，所以明年1月19选出来中央委员就具有代理党主席的资格。民众党也是有当年中央委员名单包含党主席郭文铁，另外党团3长吴国昌等，要台北市议会党团总调张志豪等人，只是对着郭主席的辞职批，秘书长周鲁修讲，到这阵还未收到。目前并没有收到相关的信件。这一刻，因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如何因应起诉后的状况，然后这个全力把柯 P 这个拉出来。我们很清楚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追杀、政治迫害，因为司法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会力挺柯文哲到底。我们认为他应该会从善如流，爱我们这个党，他会接受我们的慰留。全党强力慰留，周鲁秀也强调，若郭文铁遭到起诉的，依据党章看情节处理，并且评估起诉书的内容，只要由民众党中评会做出独立判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伫咧美国纽约有一个查甫人，伊伫咧地铁的车厢内底，说是挑工甲赖达去护岛，去烧一个查某人的衫角，落尾手怎安尼甲伊烧死？警方接到报案，伫咧8点钟内是随掠到这个人。美国纽约市警方掠这查甫人，当地时间2日早起7点半左右，最济共一帮 F 线地铁坐到尾站的女乘客犯残酷的放火案。As the train pulled into the station, the suspect calmly walked up to the victim, who was in a seated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subway car. The suspect used what we believe to be a lighter to ignite the victim's clothing, which became fully engulf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车站内底巡逻警方赶到现场，看到一个人徛在车厢内底专心导火，使用灭火器拍发火势，受害者意外不幸当场死亡。Unbeknownst to the officers who responded, the suspect had stayed on the scene and was seated on a bench on the platform just outside the train car. And the body-worn cameras on the responding officers produced a very clear, detailed look at the killer. 警方迄一天下晡公布嫌犯影像，3个高中生伫另外一个地铁顶悬认出伊，而且报警。当局伫案发了后，差不多8点钟将伊抓到。警方本来认为案发时阵有人伫车厢内底困，不过即马家庭认定伊是无振动。纽约市警局运输局长古洛塔讲，放火进前2人无任何互动，警方无认为因是熟悉。目前将这案件看作是凶杀案进行调查，凶手是伫2018年为瓜地马拉移民到美国。详细新闻还未公布，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继续来看日本2大车厂本田甲日产宣布会谈判合并的代志，而且按算伫咧2025年6月达成上尾协议。那日产联名的成员三菱汽车，嘛伫咧明年1月份决定敢是要参加这个计划。若是有成功合并，就会成做全球第3大的汽车集团。召回日本车商的社长23做伙开记者会，宣布日产甲丰达将会进行合并谈判，按算2025年6月会达成最终协议。新公司会伫咧2026年8月伫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日产联名的三菱、明年1月底会决定是毋是要加入这项计划。当初はホンダがリードしながらこの枠組みを進めてはいくことになりますが、両社の理念やブランドは変わることなく引き続き残していきますし、今後三菱自動車も加わることになれば、3社が個々のブランドをしっかり輝かせながら最大効果を発揮していけるように取り組んでいく予定です。2023年全世界汽车销售量，丰达398万台排第7，日产337万台排第8，那国家三菱78万台，三间加起来去年总销售量813万台，那统合成功。销量会变成全世界第3，排伫日本 Toyota 加德国フォース後边。単純計算となりますが、両社の売上規模は合計30兆円以上、4輪車の合計台数は750万台と、経営統合が実現した場合は、グローバルの自動車メーカーの中ではトップクラスに入る規模感となります。彭博社分析，2間車商考慮要合併的各種原因內面，上主要就是中國，因為比亞迪等廠商生產的電動車加混合動力車，愈來愈受到消費者嘉許。在過去被認為是優質汽車供應商，並且是領先地位的日本車商，水平愈來愈歹。當初為了要滿足市場的需求，在中國設廠，不過即馬這個工廠山產能傷過多，所以希望用合併來解決問題。也來和日本統治即馬逃亡黎巴嫩的，將日產執行長高芬對合併無看好，因為兩間公司無互補性。The two companies are two Japanese companies. They are strong in the same fields. They are weak in the same fields. Both of them have very developed technologies. That means, from an industrial point of view, there is duplication everywhere. 因那進行團工也想要加入日產的鴻海集團，對此無做回應。日產的社長內田成否認受到鴻海收購的提議。豐達的社長三本明雄是講，並無掌握鴻海意向，無法度做評論。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譯。有外國媒體報道，講流亡去羅西亞的前敘利亞總統阿塞德，因看手阿蘇馬最近決定要甲阿塞德離縁。不過，這個報道，羅西亞的克里布林宮是23的時陣是已經出來駁回講，這並不是事實。敘利亞被推翻的總統阿塞德一個月啊，即馬受到俄羅斯庇護，最近傳出一條離婚的消息，克里姆林宮出來澄清。Турецкие СМИ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жена Асада хочет развестись и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 а Асаду ограничили выезд из Москвы и заморозили имущество. Как в Кремле могли бы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ли 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Спасибо. Нет,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克里姆林宮否認阿塞德喺莫斯科行動受到嚴格限制，資產被凍結。這款消息，俄羅斯是阿塞德政權的經濟盟友，並且喺內戰期間提供軍事援助。
日的报道讲，有英国加叙利亚上重高级别阿塞德的看守阿斯玛提出离婚，想要登去伦敦。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进前讲，阿斯玛被制裁，在英国无受欢迎，伊会尽一切可能，和阿塞德家族任何的成员拢无法度伫咧英国徛起。阿斯玛49岁，来自英国籍叙利亚裔的家庭，1975年伫英国出世大汉，2000年25岁时阵，甲阿塞德结婚，搬去叙利亚。做叙利亚第一夫人24年，一直拢是西方媒体正好奇的对象。伫咧2011年，时尚杂志报道时阵，讲伊是上清新有魅力的沙漠玫瑰。这条报道正受争议，马上就对网络顶提来。叙利亚伫咧内战的时阵，阿塞德用暴力镇压，西方国家希望阿斯玛以出身的背景，会当表态支持民主阵营，不过尾啊，互大家正失望。内战造成差不多50万人死亡，阿塞德被指控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2016年，阿斯玛甲俄罗斯的官方媒体讲，为了支持伊的翁婿，伊未离开叙利亚。2018年，伊宣布得到咽癌，并且接受治疗。一年了好势，今年5月被诊断得到白血病，开始治疗，讲暂时未参加公开活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伫德国的马德堡市，拜五的时阵，有一个50岁精神科的医师，伊赛车弄入去市集内底，造成5个人死亡，超过200个人受伤。这个嫌犯是为沙乌地来移民，伊曾在咧网络顶发表一寡反对伊斯兰的言论。真正沙乌地政府都有甲德国警告，都要注意这个人，不过并无得到重视。德国东部马德堡的耶诞市集，拜五发生车冲撞人群的代志了后，在悲伤气氛当中，虽然警方加强戒备，世界人也是来来去去，暗过部分店头无营业。这教堂外口真侪人献花或者是点蜡烛表达哀悼，也有人忍不住七八载。警方调查发现，患者5死200外伤惨叫主嫌是一个已经移民德国18年、为沙烏地來的精神科醫師塔利布。伊在2016年提到公民權，常常在上分網站發表反伊斯蘭言論。At this point, we can say for sure that the perpetrator was evidently Islamophobic, and we can confirm that. 塔利布講，家己是放棄伊斯蘭信仰，遭到迫害的前穆斯林，伊認為只有親像安尼這種背景的人有尋求庇護的合法條件。不過，德國前總理梅克爾發受向傷過濟伊斯蘭難民，伊也對家己在德國遭到無公平對待感覺不滿，講要復仇。I can say this much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rpetrator. As things stand at the moment, it looks as if the background to the crime could have been disgruntlement with the way Saudi Arabian refugees are treated in Germany. But what exactly was behind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事实上，針對塔利布的這個言行，沙烏地情報單位早在1年前已經對德國當局發出警告，不過無受到重視。反恐專家批評德國安全螺絲鬆起。It's very clear that the various layers of security protections in Germany had some holes in it, and like slices of Swiss cheese, these holes aligned to allow for this very horrible attack. So you had this warning from Saudi Arabia, but you also had warnings domestically in Germany from people who knew him to the police that he is getting quite weird. 塔利布也講，家己是基督派政黨，因為三隻黨的支持者，伊是移民和反移民的背景引起真濟討論。這恐慌都是德國少數政府瓦解，要在明年1月底提早國會大選。專家認為，移民議題會將做關鍵議題，引起群眾抗爭反移民基督派，真可能會安尼更加重大。公司新聞站回編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志？帶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川普昨昏講，巴拿馬運河去互偷摕去，美國去互綁關格，伊放條講要甲控制權摕轉來。也若同一天，伊嘛講，600年來屬於丹麥一部分的吉靈蘭，應該愛是美國的，嘛愛有法度來控制。不過吉靈蘭民選的首長今仔日講，這粒島並無要賣。來看烏克蘭部隊今年8月份進入羅西亞的庫蘇克州，攻佔部分的領土較大。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仔日講，去甲羅西亞鬥3天的北韓的軍隊，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人去庫蘇克的戰鬥當中造成傷亡。來看氣旋基島，12月中的時陣掃入去法國，印度洋海外屬地
马约迪岛造成14个人罹难。顶礼拜，哥扫对非洲的莫桑比克去，至少造成94个人死亡，有11万间厝受到损伤。镜头转来咱国内，立法院三读通过财违法修正案，要调整各县市税金收入的分配，中央都要加拨3753亿予地方政府。行政院讲，这钱若是拨予地方，中央的业务嘛应该爱交予地方家己来办。另外，这新法若是实施，明年度中央的总预算恐惊嘛爱全部拢定变。仓促的修法情况下，它是贸然的改变现有的财政次序，是另外一个分配不均的开始。立法院会20日，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三读通过财政收支违分法修正案。行政院经由记者会点出详细争议，认为新法伫水平分配之下扩大城乡的差距，随地分配也严重弱化中央财政，冲击施政能量。部分的地方政府，它所获配的财源会超出它的税出所需要的。换言之，地方政府完全不需要去自筹财源，只要中央的挹注财源，它就足以指引它的一个支出，那么造成中央跟地方财政的一个不平衡。钱应该随着市选来移转，所以中央所承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业务，包括老农津贴、劳健保、省立学校、省立医院等，将近1000多亿的这个部，也应该要回归各地方。财政部长曾翠云讲，今年已经2摆甲各地方政府来沟通，敢若剩3个分配指标等待协商。为着慎重考虑宽当这细节，政院则无伫短时间内底提出修法版本。也若修法了后，中央每年收入减少，主计总处讲，像是国防、劳保、生活区道路补助、捷运建设计划等拢会受到影响。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讲，烦恼相关工程的拖延。很多县市的这个铁路的高架化，还有捷运的建设，都需要中央很多的这个经费的挹注。因若新法伫公告了后3天生效，行政院讲进入可能冲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是不是需要重新来编列？团说民进党可能会经由总统委公布，行政院长委副署加手段反制，和国民党批评危险。是要用行政权、司法权瘫痪国会，让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完全无法运作，实质要架空国会。戒严国会吗？用立法院来瘫痪你的行政权，这些毁宪乱政的做法里面，我们相信，府院会有相关的因作为。对于财违法，国民党、民进党继续交手，行政院是不是提出护议？正义发言人李慧芝强调，一定会以合法、合乎民主的方式来提出救济。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乐观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会保3，不过重点要是爱看美国关税要扣到偌悬。也有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连续4年拢超过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物价起的情形可能暂时也无法度解决。关注界和一寡民众是用税厝代替买厝，不过中经院预测讲，明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连续4档突破2%的通膨警戒线，达到2.02%。根据了解，消费者物价指数内面的储税指数是一直起的，11个月起伏都有2.66%这个。房屋上涨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在政府的那个住房补贴能够也帮我们去做调整？根据中经院的调查，在最近3档内，敢若17.1的厝卡有申请租金补贴，无申请的厝卡有35.3%租价无符合。另外，嘛有要2成7的人是烦恼申请了后会互起厝税。在厝住的部分，最近3年有24.3%的厝住起厝税，平均的年厝税起伏是2.02%。调起的原因包括有7成6的厝住是因为厝的维修成本变悬，阁有要3成7的人是因为房屋税率增加，阁有要2成的厝住是因为厝卡申请租金补贴。明年2档差不多3成的厝住计划起厝税，平均起伏是2.32%。我都很鼓励我所有的房客去申请租屋补助。对于我每次调整的1000块钱的话，他们都可以接受。CPI 的房租它上涨的幅度还是有可能会持续在往上走，想要让台湾的这个通膨下来，困难度是还蛮高的。中经院经济所表示讲，敢要放宽租金补贴的资格，关系到政府的支出增加，有可能推升 CPI， 要严肃来考虑。另外，明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3.1%，但是美国新政府上任了会有变数。在美国的关税的执行上面，到底会不会造成全球整个景气的衰退？台湾的
的整个 AI 应用还有软体供应链上面呢，这个角色呢到底是多还是少？那也是在未来在跟美国贸易这边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状态。中研院有机明年伫 AI 应用，亲像无人机、机器人拢会发展甲真兴。另外，明年台股因为目前已经是关点，起跌的幅度比今年细，加上无确定悬，资金流动紧，要伫股市趁钱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便当是不了出名，今年因为开发袂少新的口味，销路真好，嘛袂甲下叫。今年因卖便当的收入可能会创下历史的新高。不过因运输的本业要是持续伫了钱，今年可能会了120亿。铁路协会讲，台铁会了钱是因为车票的优待负担伤过重，呼吁交通部都要规划好势，若无这了钱的问题，永远都袂解决。早起9点半，60块的排骨便当已经拢卖了啊！100块有肉有菜排骨便当卖了真好，唔是食饭时间，也有真侪人排队要买。我买6个。哦，觉得他们便当是好吃，好吃。它还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更好吃。就是我们如果有出去旅行就会买，一定会嘿，对，就怀旧的感觉。台铁便当伫咧2024年开发真侪新的口味，销售金额也创历史新高，超过已经进前的7.48亿。不过伫咧运输本业一直了的情形下，全年实际亏损的数字可能会到120亿，比去年的117亿还佫较侪。董事长杜比讲，公司化挂牌营运了，增加真侪必要支出。一个车伫咧大估了的费用因素，未来伫咧资产开发收入增加了，有机会伫2026年现金流的损益会当拍平。如果台铁在这件事情上，它有被政府认为说有一个债务问题的时候，那是不是在政策补贴的这些办法跟政策上面，应该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产业工会讲，公司化一开始是为着安全，不过若未来公司的收益拢寄望伫咧资产的开发，恐惊是忽略运输本业的亏损。铁路协会也讲，票价关系到运输本业长久稳定的经营，另外也考虑个人化社会优待票的补贴，就要由政府来吸收。定价的调整，亏损就是那个社福预算，半票补贴的裁员的挹注，这2个会是重点的核心。台铁伫今年9月董事会第一遍讨论票价要调起的代志，但是被退回，到即马拢无再再讨论。交通部长陈世凯伫最近定调讲，台铁票价到2025年春节进前是袂震动，伫咧春节过了会密切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真出名的电动天堂三国军营端。伫网络顶有人专门咧卖假货，即马警察有抓到2个人。这2个人是为中国买仿的转来了后，他10倍价销，才佫卖互人。侵权的期待是超过3亿。目前专案是照违反著作权法甲商标法，甲因移送法办。那电脑你可以讲。警方摕钞票过来，要看后台的数据，扣的随身碟加起来有200多个，大多数拢有资料。有耍游戏的软体嘛有听歌的歌曲，这些拢要出货啊，但是因的来源说真有问题。跟大陆的软体业者来购买，并不是同样的跟台湾的原版软体一样，而是盗取了台湾经典游戏的美术著作、人物设定以及游戏内容，来做成高仿的游戏，并打上了游戏的商标以及它的名称。涉案的2个查甫人伫新北市红岭，伊嘛拢伫网络卖这物件，卖盗版的软体，有3个军营转和天堂这游戏。经过警方的清查，有62万编列档案，5000多条音乐，拢总涉及不法。侵权的期待是超过3亿200多万。其中一间受害公司游戏干嘛发声明回应讲，因是天堂伫台湾唯一一间代理经销商，而且长期拢有针对非法软体做查缉和处理。对电商平台拍关键字，嘛是阁有盗版的游戏在持续经营。警方调查，警方敢若开几百块的台票，都对中国淘宝这平台买着盗版的游戏定息买，和正版的违法和操作看起来拢差不多，拢是单机的版本，市面已经无得卖，来到虾皮以要1000块来卖。超过行情的介绍，就是因为会当照需求大幅调整落保率，嘛开放予客户下愿提供各种侵权游戏，赚到的不法得利，警方抽购超过300万。创作结果呈现出一个同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是游戏的玩法是雷同，这样子就那种游戏的玩法或者是创作的画面，也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方法之一。
大条法律红线就是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律师分析，就算盗版的游戏并是破解正版来的，但是过来是采取创作保护主义，作品一完成都有著作权，这种抄袭的行为已经涉及侵权。另外，在台湾的嫌犯负责转卖、散布，同款嘛涉及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圣诞节都要到啊，真侪人拢会交换礼物，不过嘛要注意网络诈骗。即马有诈骗集团假做是消费者。去骗卖物件的人，讲无法度注文，然后诈骗集团会提供货运的网址，骗卖物件的人甲点落去，想袂到这钱拍过了后，才发现是去互骗大耳。警方提前卖货，做好嫌犯骗去，赶紧换所在查缉。被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替诈骗集团提钱。惊讲警方会先部署，所以临时换面交的地点，不过也是有警方发现，以投资跨境网络商店名义。利用虚拟货币投资，报案人见有获利，想要提领现金，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认证才能出金，发觉遭到诈骗。诈骗案件真多，互大家心内拢惊惊。有一寡不法组织是派车手来提钱，有的是伫咧线上就把钱汇走，骗被害人的钱。一寡对话讲到被骗的过程，有人要卖物件，伫咧 FB 的卖场卖一寡录影用的充气床。有人卖电脑荧幕，拢是一寡旧货要转卖，赚一寡所费。也过有诈骗集团惊要买，一步一步骗卖人先汇款。会声称，他卖场的他会签署金流服务协议啊，或是托运条款等等。那要求呢，他点选这个假卖家提供的连结网址。一寡惊要买的人讲一大堆，就是一直拢无落单。甲被害人讲，因找货运公司要求伊点连结签托运的条款。就伫这个时阵，换假银行客户服务人员来骗，讲若要认证，就要先扣款了会退钱。其中一个卖人4点钟久内转29笔，损失109万；另外一个是转17笔，互伊骗108万。到钱不够的，才发现无啥对。我可能会去翻一下以前的，就是那些信誉积分还是什么的。如果真的 OK， 我就会相信他。我都已经其实都有各自都已经交给平台端了，那我还要再给你干嘛？就想就是诈骗了。假卖物件骗卖人，这种诈骗的手法，伫咧官方的每个通报内面拢是前5名，里有55件，超过412万。这么圣诞节要到话，佮拄到购物的旺季。伫网络上，任何买卖也是要特别注意，千万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查到德联邦涉嫌招一寡未成年的囡仔去暴力讨小，目前拢总是抓到11个人，其中5个人也未满18岁。目前专案是照妨害自由、伤害甲恐吓的罪嫌来上班。大批警方严惩总入去嫌犯的主体掠人。到厝内发现主嫌已经浪港，随走去楼尾顶敲锤，抓到密伫露台的嫌犯。好，来，起来！哎，最后一个。警方敲出大批武器，也有重量5.51公克的二级毒品大麻，一概将11人拢抓起来。刑事局中打接到chứng据，有帮派分子伫咧婚林吸收在地人，对被害者暴力讨小。其中5个被害者因为债务也是小借喙等小可代志，嫌犯着闹人甲因拍。动辄因系故纠纷，率众对无辜被害人施以暴力犯行，其中有5名被害人分别遭赖贤等人以催讨债务或口角纠纷为由，持械殴打、致伤及毁损车辆。警方表示，涉案的查甫人是德联邦民政会的婚林分会的干部，为着要扩大家己的势力，吸收听学的少年人行歹路，带转去的11个人有5个是未成年。这些成员有一半以上是93到95年次，犯案的时间有些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大多都是没有在就学期间。警方侦讯了后，专案以刑法妨害自由、伤害、恐吓，也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检方侦办。检方核实了后，处分涉案的查甫人5万块交保，其他成员分别处分3万块，限制自己，也有撤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30几年前，伫华东地区的一个部落，迄当阵人口买卖问题是真严重，有一个牧师叫做陈在辉。迄当阵，伊四界走踪，甲乌社会伫咧抢人，要来救这个囡仔，而且进一步推动儿童甲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的立法。毋但安尼，
伊嘛甲部落的家庭斗相共，改善因的经济、甲就业等等的问题。即马吴尊贤基金会特别颁发爱心奖予伊，要来感谢伊的贡献。天色已经暗暗，学生囡仔放学以后，来到花莲秀林的青光教室，伫遮写功课、食暗顿。青光教室的主任讲，这款伫都市店看到的课后安亲班，伫咧偏乡是真罕见。有青光教室伫咧，一个家长通好好做功课，免惊囡仔放学以后无人照顾，交着歹朋友。但是今年花莲大地震过，游客大量减少，嘛影响到侪家庭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在秀林，然后在太鲁阁，很多的一些观光产业都陆续的关门，那就真的是非常的遗憾跟不舍，就是太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可能就没有像以往很稳定的工作。创办青光教室的陈在辉牧师今年要70岁，30年前在华东地区注心解决幼稚甲人口买卖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推动立法防止囡仔受性剥削。嘛，因为关心偏乡的囡仔，陈在辉在2011年成立 Growth 专人关怀协会，甲10外的青光教室，但是9年来的劳苦，嘛，互伊破病着肝癌。所以我甲上帝讲，我都做完啦吼。2012年结束，如果没有成功，我把去拍进去天堂啊，就欢喜的。但是我拍开无去天堂，我看到医生甲护士，我想安尼，我搁伫遮。所以2012年开始的新的做法，我有新的反省啦。陈在辉认为，毋但囡仔的成长环境爱顾，部落的产业嘛着发展起来，安尼家庭才会稳定。陈在辉招农民做伙，甲河工有其稳定的名声拼起来，嘛协助侪农民行销，招社区企业做伙加入，带动经济循环。陈在辉30年来付出，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社会服务奖的肯定。关心我们的小朋友，又关心到我们农民了，就是我，他真的是很有心的。因为咱互受过，咱互听过，所以咱才会晓受囡仔嘛。所以我毋茫一样，就是咱受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开始，伊后摆大嘛样听伊家己人，这是咱的目的。我讲永续的爱就是这样。陈在辉讲，这些年来伊得到真济帮助，伊真感恩，嘛认为这社会服务的事工要继续做落去，促进愈侪人斗阵来帮助偏乡甲弱势地区，互因的经济通好起来，互各地青光教室拢通毕业。记者卢长珠、郑俊友华联报道。1946年的时阵，因为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国语运动，禁止讲台湾话，造成咱的母语渐渐流失。国家人权博物馆即马办展览，展示伫日本时代甲威权时代，咱台湾经过2届国语政策留落来文物，希望互民众意识到语言平权的重要性。台湾母语是行迄坎坷的路。伫台顶表演台语念歌的是台文作家，嘛是台语文运动推行者张地邦，用念歌唱出母语，互人打压的过程。伊讲，伫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强逼咱讲日语；到威权时代，国民政府阁强逼咱讲华语。如今咱台湾的母语台语面对着失传的危机，需要大家斗阵来复正。你无钱，像阮迄阵出产者，阮无钱通好发，就是有老师讲，挂牌啊，安尼啊。就是你会感觉讲先啊，先怎？你大汉起来，你想我先啊，我讲这话，我爱互你爱互发钱。真少听这出歌戏，毋是台语配音，是华语。就连小学生写功课的桌仔顶面嘛印大大的中国地图。白是恐怖的受难者洪武雄，伊是一位退休的警察。伊讲，迄当时国民政府来台湾，大家伫咧警察局开会，拢敢若会当讲华语，私底下才会当讲台语。那你讲的袂当讲台语啦，讲台语都伫咧办公室拢讲国语啦，拢讲北京话啦。台语是咱私下话，咱私下咧讲的时候，
咱比同事要出去佚佗，像来倒佚佗，啊，再讲安尼。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台语找倒转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战后纪元政策甲人权议题的展览，内面记录着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两届国语运动的文物。战后的纪元政策控制着咱台湾人的喙齿，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进一步来思考纪元传承的规矩，去意识到纪元无平权，武器要继续传承嘛。需要有转型的证据。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华高中今年人权月活动，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扮演台语的戏出，或者暗导，要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上好拢莫听到，莫听到拢袂知，安尼这是一个好百姓，才会当平安过日子。改编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台语戏出《暗岛》，今年上尾站伫中华高中举办公益演出。故事主角是一位失去记忆的家友，要找找过去的家己，才发现一段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故事。大家反应都做热烈的，而且呢，到戏的最后流目屎的啦，啊，佮感动的来观众都侪，这是阮进前嘛料想袂到的。即摆较侪少年朋友吼，真甘心，因会当用因新的角度探讨，吼，咱规个台湾历史的过程。这次暗岛的公益演出是中华高中人权月的系列活动之一，除了邀请社区民众做伙来看戏，嘛互学生囡仔参与演出，来感受台湾争取人权平等的过程。之前人们在追求民主自觉的时候呢，套用在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这方面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去争取更完善的自治体系。我读到足侪较早台湾28事件，啊，佮有迫害人权的一个社会问题，去了解较早的历史，啊嘛深思未来爱安怎做，才能保障咱的人权。人权教育是咱当代重大的议题，提供各个机会，互伊去接触伊的更加来重视，要来关怀这个土地。学校表示，因为3年前开始举办人权月的系列活动，办过册展、影展、讲座侪方式，互学生接触性别、司法、劳工这人权议题。学校今年特别邀请剧团来演出，希望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临街市民堂，原底是城隍庙戏台。后来因为车路混垮，甲戏台拆掉，改造是人家厝。即马经过修复，按算明年会开放参观。工作人员认真咧进行彩绘修复工程，不管是壁画、娘条的插工，也是林子卡的吊档，拢爱先开互原来熄水了后，才搁豆豆仔来补色。修复团队讲，安尼较开时间，但是修复的效果较自然。一般来讲吼，小石本就做起诶古迹吼，会使互你看起无垃圾。啊，毋过嘛无歹去的所在，啊，毋过看起就是旧旧，足自然的情形。这间厝的正身伫1922年是家己城隍庙的戏台，到1940年才改建做主体，所以伫建筑彩绘当中会当看到日本时代的风格。家己市文化局表示，彩绘修复按算明年初完工，3月就会来开放展览。来甲临甲以及甲咱家己市相关的历史，透过展览的方式，提供咱市民会当更加了解。咱家己过去的高人林宽民先生，因这个家族以及咱家己市过往的这个历史。较特别所在就是阮戏台变做民宅，有大正时代、戏台时期的彩绘，啊嘛有咱昭和时代杨子珍就咱长沙师傅来台湾画。彩绘修复团队表示，因伫修复的过程有发现，这间厝有2个日本时代的彩绘技术，嘛为宗教变做主体建筑风格，所以因坚持用古法来保留具体彩绘的色水，希望让这间超过100年的老厝，会当佫展现伊特殊的建筑工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医学内底，双生啊，若毋是做一届生出来，中有让时间让1天以上的，因为有感染的风险。囡仔成功出世的机会是无到1/1000。不过，即马咱国内有双生啊，让111天出世的记录，咱做伙来看卖。
这查甫囝目前2个月大，体重就要超过5公斤。这是40岁关小生后生，原本以为是双生啊，伫19礼拜左右向大量破水，紧急到医安体。不过第一个伫20礼拜自然生出无保掉咧，为保住第二个，医疗团队用强效抗生素加白子姜头治疗。管律师带院在床3礼拜安体情形稳定落才转去，后小照机场来产检，顺利伫将近36礼拜生第二个，无惊平安。A 宝出来后，它的脐带根是要塞回我的子宫，所以也有感染的风险在，所以其实存在很多的高风险情况下，就是忐忑不安，但是就是还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不能下床都很痛苦，要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医生指出，双生是早产高危险群，也是拄着早产，2个囡仔拢会斗阵生出来，计24点钟以上才生第2个状况真罕见。伊学生叫做双生因伫间隔生产，成功率无到1%，因为早产定有潜在性子宫腔感染，加生第1个了后子宫台拍开，这拢是较歹将第2个保掉的原因。已经破水的状况的早产的状况，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感染的风险。A 宝出生的状况一定是有子宫收缩的情形，所以在一个挤压的状况之下，其实 B 宝被挤压出来的风险也是相当高的。子宫尽量减少收缩，那有机会把它的出口给缝起来，保住 B 宝。医师指出，这班成功安体111天是目前国内已经知上久。根据国健署统计，目前早产发生率已经到10.8%。分析原因可能是子宫婴双生的比例增加，加妈妈固定化这因素。医生提醒，若拄到出血强速、破水这早产的现象，要赶紧去有早产儿急救能力的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的人面册公开今年下年宴会影片的预告，是引起真侪讨论。内角球，内滚地球，打破比赛结束了，中华队赢了。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上尾一局，互全台湾的观众是紧紧看。报上的声音会中现伫台北101下年宴会表演。今年预告大成伫董事长贾永杰以个人的买奖也公开。不过，甲永年来比，拢是开记者会正式宣告，嘛受到外界质疑。那怎么样可以让流量可以马上瞬间串起来？就是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别言我没放好，要么就跳海，要么就下台。家立委王世坚拍宣传的影片，贾永杰强调讲，这波宣传拢总敢若开1万块。今年宴会表演上精彩的所在，就是演过拢是5分钟，今年增加1分钟，而且还会加上光雕甲音乐。不过，具体呈现台湾英雄的方式，也无要公开。贾永杰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立委对顶一日因翁仔某伫外场点顶做散开，也是有疑虑。嘉董事长不宜啦，哦好，这个不宜啦，因为你们怎么秀恩爱，在旁边的地方，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用那个的话，人家就会讲公器私用。贾永杰顶一日去日本，正是拜访101上大单一的股东，日商台湾伊丁中，传出对方有想要出脱持股。当咧甲特定的投资人直接，贾永杰回应讲已经有掌握。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讲特定的对象都是中国信徒。退闪日本是去找伊藤忠吗？当然是啊。那状况怎么样呢？你要说你刚刚都不知道，你也跑了一趟日本，怎么会都不知道呢？我所有的细节都知道，但是这个是不能够现在讲的啊。台北101宴会表演特别到啊，贾永杰强调讲，今年办宴会数量比演过较侪，嘛用台湾在地流行音乐，包括台湾上用。组织台湾在地力量，嘛希望天公伯啊，迄天会当好天，互宴会表演会当完美呈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2024年，行来到上尾站，英国的大石镇有几啊千人专工来到这，但要看出日，重现古早的仪式。也若伫意大利的罗马，有一个真出名的地雷围水泉，嘛重新开放，准备要来迎接明年天主教的喜年。英国4500位民众伫当这一天伫古石镇庆祝日头赛，其中有不少人换穿古早服装，重现古老传统。I'm here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 I'm here 4 times a year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s and equinoxes: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Today i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ones because we know, as a leap of faith, from today the sun will return. And the days will get longer, the nights will get shorter, and it's what we call the returning of the sun.
古桥镇的历史真悠久，上早则追溯到5000年前，伫冬至甲夏至这2天日头出来时阵，日头会拄啊好对特定的角度通过规座桥镇。专家推测，过去农业社会生活甲日头的运行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讲这建筑古桥镇标志历法的周期。为了保护古迹，古桥镇平常时要求游客袂使晚伤近，不过伫冬至甲夏至2天，官方会特别允准游客晚近，甚至忘这古桥，互人搁再体验甲自然合二为一。镜头转到意大利罗马，以巴洛克雕塑出名的观光景点特雷维喷泉，伫维修3个月了后，一礼拜日重新来开放。È una bellissima sensazione rivedere la fontana in queste condizioni. Prima con le strutture non era un bel vedere, diciamo. Adesso ce la godiamo al meglio che si può. 特雷维喷泉也是热门的下原池，听讲即要甲唐先人移落去，未来会再转来到罗马，而且观光的成真。所以讲每天有超过1万人会来下原参观。罗马官方也收集这唐先人来救济圣家人。今年罗马进行大规模的古迹维修计划，也是为着迎接明年罗马天主教的喜年。根据传统，即要伫今年到罗马来朝圣，就山下边一切罪过。官方预计，这活动会为罗马带来3200万名的旅客。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哪有人安尼做代志的？无人一直摕家己的钱托讲的啦。